你想第一時間睇到我哋嘅教學影片，就快啲訂閱啦！好啦，上次咧就係講到呢個 Chapter Three 最後 summary 嗰度。好，呢個係冇寫頁數。OK，咁我照讀啦。你的年齡適合接收以下哪些資訊？適合的在圓圈內剔，不適合的加個交叉。你睇下呢個咩嚟嘅先？滅罪風雲電影啊，呢度嘅意思即係你嘅年齡咧，你而家咁幾多歲咧？咁係適合接收以下邊一啲信息嘅咧？咁呢度有電影滅罪風雲、漫畫關於怪獸，呢度有 warning 添喎，有警告，即係啲咩我就睇唔到啦。電視節目寫住 M 嘅，仲有開心超人。OK，咁電影滅罪風雲啱唔啱你睇咧？答案係啱嘅，我哋可以睇下，有啲咩罪惡係唔啱噶啦，喺個電影入面。但係咧，如果有啲好血腥或者暴力嘅嘢咧，我哋咧見到2B，哦，2B，咁你睇下2B啱唔啱小朋友睇咯喎？呢度有得睇。嗯，下面啦，咁呢一個 exercise 自己做啦。下面咧。如果你和如果你和家人遇到以下情況，可以怎樣反映對傳媒的意見？做咩事呢？就係佢哋一家人喺度睇緊電視嘅時候，見到啲裸露嘅場面喎，可以點樣反應呢？即係反映俾電視台聽啦。另外啦，就係啊呢個爸爸睇到報紙話，政府將宣布每年減2日公眾假期。唔啱㗎喎，原來佢睇到呢啲報道唔係事實嚟㗎喎，咁佢又應該點樣做咧？呢度寫住接收資訊時，我們要小心思考，不要盲目相信。有需有需要時，向家人提出疑問，避免被不良資訊影響。即係當我哋接收到呢啲信息係唔啱嘅時候咧，我哋要諗下喎，呢啲嘢究竟係啱定係唔啱嘅咧？會唔會係失實報導咧？會唔會係為咗嘩眾取寵，為咗吸引人注意先至會咁樣講嘅咧？定係話報章嗰個平台都會接收咗一啲唔啱嘅信息，所以傳遞咗唔啱嘅信息俾大眾咧？咁我哋咧可以同屋企人傾下呢啲問題啦，亦都可以。其實可以直接反映俾呢一個電台聽，甚至可以同政府啊或者一啲相關嘅部門講嘅。好啦，探索生活，收費報紙和免費報紙有什麼不同之處？收咗錢嘅平時會收錢嘅報紙同埋免費嘅報紙有啲咩唔一樣咧？你可以 search 下呢一樣嘢，知多一點點。什麼是公營廣播？哪個是香港的公營廣播機構？嗯。有啲咩機構喺香港嘅，即係公開免費，大家都可以接收到信息嘅機構咧，即係都會傳遞信息嘅機俾大眾嘅機構咧。好啦，去到總結啦。總結傳媒的功能，傳媒是向市民傳播信息的媒介。我們可以通過報章、雜誌、電視、電台和互聯網等傳媒，獲得時事、娛樂、教育、體育和文化等資訊，藉此了解社會面貌，增廣見聞。此外，傳媒為市民提供表達意見的渠道，肩負監察政府的工作。好啦，睇第一段係講咩先？傳媒咧係向市民傳播信息嘅一個媒介嚟嘅，佢係中間嗰個人去傳信息嘅。我哋可以通過呢一啲報章啦、雜誌啦、電視機啦、radio 啦、internet 啦，呢一啲都係傳媒嚟嘅，可以獲得時事，即係睇新聞啊、
最新 update 嘅嘢啊，關於 entertainment 啊，即係話可能關於娛樂圈嘅一啲新聞啊、教育啊、體育、文化等等嘅資訊，藉此了解社會嘅面貌。咁我哋就可以知道同我哋接觸唔到嘅嘢，但係喺呢個社會 ongoing 緊嘅嘢係啲乜嘢啦。我哋平時未必會接觸到一啲其他行業啊，或者政府內部嘅新嘅政策嘅信息啊，或者係娛樂圈未必有，我哋未必會知道有啲咩人有啲咩 update 咁樣噶嘛，甚至係同我哋息息相關嘅教育上面都有一啲可能係政府嘅教育署嘅新嘅 update，都要靠佢哋去傳播呢啲信息俾我哋聽嘅喎，係咪？咁先至可以知道呢個社會而家嘅面貌係點樣，增廣見聞。咁我哋咧就可以增廣見聞，即係知道多啲嘢，學多啲，了解多啲唔同方面嘅嘢。此外咧，另外啦，即係傳媒咧會為市民提供表達意見嘅渠道。傳媒仲有另外一樣作用嘅喎，除咗淨係 convey 啲信息咧，另外佢都要接收我哋表達意見嘅一啲信息嘅喎。咁佢哋就會同時反映俾相關，即係其他嘅公司都會知道，有啲咩人想傳達啲咩信息，所以佢係一個中間嘅渠道，肩負監察政府嘅工作。不同類型的傳媒各有特點，例如報章和雜誌提供詳盡的文字報導，電視和電台提供多媒體資訊。另外，資訊科技普及，讓傳媒可以即時發布信息，並能與讀者互動。就話唔同類型嘅傳媒咧，大家都有唔同嘅特點。例如咧，啲報章雜誌咧提供詳盡嘅文字報導啦，講過即係 physical 嘅一啲俾我哋睇嘅一啲文字咧，其實佢哋可能咧會集中啲同埋詳盡啲嘅喎。另外咧，電視機同埋電台就會有多媒體啦，會有 video 啦，會有聲音啊，去傳達呢一啲信息，有時會好 brief 咁樣講啊。咁樣，另外資訊科技普及，而家咧科技越嚟越普及啦，令到傳媒咧更加可以發一啲即時嘅信息，即係一啲啱啱發生，例如而家係4月10號咁樣啦，4月10號下晝，但係咧我哋咧4月10號下晝就已經即刻可以知道上晝發生嘅嘢，或者前2個鐘頭發生嘅嘢咯喎，喺一啲電話嘅 app 上面啊咁樣。並能與讀者互動。Okay. 下面啦，拒絕不良資訊。部分傳媒為了吸引觀眾和讀者，會採用不當的報導手法，例如誇大或捏造內容、侵犯私隱、渲染色情和暴力、傳遞錯誤的價值觀等。因此，我們要小心思考傳媒提供的資訊，不要盲目接收。遇到疑問可以向家人提出，以免受不良資訊影響。呢度就話啦，有啲傳媒咧會為咗吸引讀者咧，吸引觀眾，即係我哋去睇嘅人啊，去吸引我哋去睇咧，會採取一啲唔係好啱嘅報導手法，例如會誇大嚟講啦，會做一啲假嘅內容、捏造內容，即係講一啲假嘅內容啦，侵犯私隱啦，即係話攞人哋嘅私隱，講人哋啲秘密俾你聽。但其實人哋嘅私隱係唔應該公開噶嘛，渲染色情啦，即係有啲色情嘅嘢啦，或者一啲暴力嘅嘢，傳遞錯誤嘅價值觀，呢啲咧都係傳媒可能為咗觀眾，即係吸引觀眾去睇佢嘅一啲手法嚟嘅。所以我哋咧，因此啦，我哋要小心思考，我哋要諗一諗，究竟傳媒提供呢啲信息咧，係為咗啲咩目的，定一話會唔會係錯嘅內容啦？不要盲目接收，盲目接收，不要盲目接受。盲嘅意思即係咩啊？即係盲咗睇唔到嘢，唔好當自己，即係我哋唔可以盲中中咁樣就接收咗，覺得呢啲信息佢哋新聞講嘅就係一定啱，未必㗎喎。遇到疑問嘅話咧，可以向家人提出，可以同屋企人講啦。如果覺得有疑問嘅話，咁就以免即係唔會避免咁樣，避免受到不良資訊影響。
政府為方便市民辨識不良信息，制定了分級與分類制度，市民也可以主動監察傳媒，甚至作出投訴，避免失實和不良的資訊廣泛傳播。政府咧為咗方便市民，政府係啦去辨別咧有啲咩信息係啱或者係唔啱嘅咧，制定咗一啲分級同埋即係唔同嘅級別啦、唔同嘅 level 啦，或者係一啲唔同嘅 category 咧，呢啲咁嘅制度，去令到大家可以自己知道，我係咩年齡唔應該睇啲乜嘢咁樣，即係好似電影嘅嗰啲1、2、3級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可以自己主動監察傳媒，甚至去作出投訴，就避免失實同埋不良嘅資訊廣泛傳播。如果冇進步，我哋保證學費全數退還。我哋嘅學生進步率高達97%，喺我哋嘅 KMS 教學系統，除咗幫學生鞏固課文基礎知識，更重要嘅係教授考試重點、技巧、方法同埋必考題目，令你極速進步，考試攞高分。我哋今個月只收8位學生，成功登記參加免費試堂，仲可以額外得到藍牙耳機。快啲按下邊個掣登記報名啦！上堂見。